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邮局领冠的第二天，人丁减少领冠顺序。昨是拜三，是这个身份证买号单号的民众会当来购买。今仔日换买号双号的民众会当购买。可能是因为今仔日的人无昨遐尼多咯，所以有部分的邮局嘛，互单号的民众会当来购买。民众上界苛刻的就是带领的规定真混乱，互袂少人白走一抓。另外，第一天同时来上线的3倍券即时存量的地图，咱的记者实地来做测试，这个准确度爱搁加强。很赞，很棒。手提拄领到的3倍券，手头有民众伫邮局开门前1点半钟就来排队啦。大概半个小时，7点半开始就有人在排队。就是爱排列邮局开始卖3倍券的第二天，身份证号码买号是双号民众才会使入去买。可能是分流的做法有效果，现场无人排列的邮局，嘛好单号民众入去买。他说人没有很多，所以不用分。因为另外一间邮局现场排列的人超过10个，都严格实施分流，是讲伫拜替单号囡仔领冠这个双号老爸，可是领无。我觉得你代理的不管双跟单都可以，不能说哦，你单号也要叫单号来领。和民众无差赛要有这项。邮局开放购买3倍券的第一天，即时存量地图也跟着上线，但是已经开始了营业时间，上面的存量数据并没有跟着改变。来到台北市青年邮局，营业时间已经超过1个小时了，3倍券即时存量地图数字还是没有更新。邮局卖2点钟后3倍券即时存量地图，和民众参考的这个量嘛无改变。下骹这个量其实是邮局存量的总数，民众无需要参考。中华邮政嘛承认讲，这款的地图在今日会改版。窗口很忙碌啦，好，我们要求说他们窗口的每个小时要上传去更新一次。邮局伫头一天卖70几万份，今日卖差不多1点半钟后，嘛卖超过22万份，速度比头一天搁较顺。是讲说来有5个月销售期，希望好这邮局人员唔敢放松。